好来，过来这个新闻，顶回咱有报号乡亲知，这个墨西哥有3个女登山客，伫生态公园拄到这只乌熊，甲伊装、甲伊摸，甲人是真亲和。了后，同款啊像嘛这只熊，佮甲别个旅游客安尼告、安尼骗。当地居民讲，这只乌熊是友善的熊，但是当地政府认为讲，这个乌熊就是爱离开人类远安尼才有妥当，所以竟然甲这只乌熊甲掠去阉掉，甲掠去别个所在。这个做法是引发到当地民众非常的不满。这个旅游客伫街路拄到一只乌熊，这个乌熊呢，一直甲骗。这个旅游客想要走，这个乌熊甲对调，佮用前脚将伊倒脚甲揽掉咧，互伊惊到要死。而且外国媒体报道，这只少年乌熊重差不多96公斤，伫墨西哥当地是真有名。在地人叫是友善的熊，佮甲号一个名叫奇皮。甲顶个月3个女登山客伫生态公园拄到这只徛起来比人较悬的乌熊，敢若是同一只。奇皮亲近人类嘛，因为安尼惹着麻烦，当地政府认为讲乌熊应该远离人类。趁伊伫某一间人嘅厝后壁伫困的时，将伊掠起来，并且甲载去塞拉达尼岛的山尾，为了防止伊甲其他的熊族冤家搁甲掩起来。这款的决定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，认为讲有游客加饲，才会致使讲乌熊亲近人类，才会好这只无辜的乌熊，互人阉掉。